你就是山爱，对吧？你想问什么呀？回答我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怕我说了你会害怕。小七，这是我和他妈妈上学的时候照的照片。字，对了，一个人的字迹是不会变的。哎呦，要不是你这么年轻，我还以为你是善爱呢。那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一种人，他们活了上百年、上千年，他们拥有跟人类一样的情感，他们有爱也有恨，你觉得这种人真的存在吗？你在干什么？果然，也不是第一次这样。你还没有习惯别人害怕你。要下棋吗？围棋啊？我不会。会弹琴吗？吉他呀？不会。我会弹古筝。古筝？想不到啊，你完全不是古典美女的类型啊。那我是什么类型啊？不美的类型。千怀怎么还不回来啊？饿了，想吃他做的饭。他可能在忙自己的事儿吧。行吧，我去吃饭了，去吗？不去。哦，对了，过2天我可能要开始工作了。你一个人在家，照顾好自己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江淮啊，这次回来多住几天啊。妈，你跟雪姬妈妈很熟吗？你们很要好吗？哎呀，也不是特别的要好。她这个人吧，对谁看着都随和，但是啊，却很难真正走近她。你怎么突然问起她了？我就记得小时候那个阿姨对我很好，但是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，记不清她长什么样子了。记不清长什么样子，你看看雪姬不就好了？那雪姬跟她呀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连动作、眼神都一模一样。不是说雪姬是养女吗？为什么会那么像呢？妈，你还有关于善爱阿姨的东西吗？我想看看。善爱不爱照相，她不喜欢照。那张照片还是我硬拉着她照的呢。那个时候摄像机不是才出来吗？我们都开开心心的拍，可镜头一拍到她，她就躲，所以那些录像带里面呐，她的镜头就只有1、2秒。那个录像带还在吗？能给我看看吗？雪姬，妈，我走了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哎，这孩子。
你就是山爱，对吧？你想问什么呀？回答我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怕我说了你会害怕。你之前不是也说了吗？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像我这样的人，估计就会乱套了。江淮，你不害怕我吗？刚开始猜到的时候，确实挺害怕的。可是后来想通了，就不怕了。学姐，就算你生活了那么久，可你也像正常人一样，会难过，会开心，你也一样会吃饭，会睡觉，你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而且，学姐你那么善良，我为什么会怕呢？不离家出走啦？不了，再也不走了，我就要留在这里，每天给你做好吃的。我饿了，我去给你做饭。吃什么呢？不准吃泡面。可是泡面很好吃啊。就是不准吃泡面啊。喂，你到底是谁？照片里面这个人是谁？他拿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他杀了我妈？你是对我感兴趣呢，还是对照片里这个人感兴趣呢？他是病死的吗？不，他是被人谋杀的。但是吴先生，您的母亲被人谋杀了，您不生气吗？不愤怒吗？打算就这样放过凶手了吗？如果您想知道的更多，那我就会告诉你更多。林董事长 ，SR 公司的董事长找您。找我？是的。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还是为顾世一的事来的？顾世一的确是个优秀、也有潜力的艺人。我的条件已经开得很优越了，不知道林董为何还拒绝呢？顾世一想跟他的朋友作为团体出道，这是顾世一的选择。小事，我可以把整个团都签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李总，您这是强人所难。我很佩服你，能够把艺人训练成这个样子。林总年龄应该不大吧？听说父母早逝，没有很好的家庭背景，还能接手英华这样的公司，真是不错。过奖了。敢问林总今年芳龄？24。24岁，这么年轻。不知道想不想跟 SR 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呢？我们可以细聊。像你这样的人才，我不会轻易放过的。以后再聊，合作愉快。是他没错，声音、样子、动作，就是那个人。
用所有渠道调查林贝拉。2000年那年，他到底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？好的。春山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搭讪的方式还是老一套啊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今天就来上班啦？你知道我在这附近上班？对啊，是我向董事长推荐的，说你设计水平非常高，还把你的作品收集给他看了，董事长非常喜欢。但是我没想到你真的会答应来这里工作。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我为什么要拒绝呢？这几年，你过得好吗？你说你离开的这段时间吗？挺好的，去孤岛旅了个游，认识了几个新朋友。设计嘛，休息一段时间更得心应手了。你过得好就好。换句话吧，其实偶像剧的台词不适合你。我当时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没忘了你，一直都想再见到你。之前是我太疲惫了，没能整理好自己的情绪，所以才会离开你的。我理解，当时我和家里闹崩了，一无所有，你离开我也是情有可原。爱情里没有是非，只有选择。但是如果重新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一定不会离开你了。所以我才会做这么多，让你来这家公司，就是因为我想重新再选择一次。你没有机会了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以后就是同事了，多多关照吧。教会你怎么用。你在做什么？啊，没什么呀，我就去化了个妆，怎么样，美吗？对了，诗意，你看我今天新晕染的眼影怎么样？是不是超自然的？哦，美吧？你眼睛有脏东西。那双眼皮贴，谢谢。你找我干嘛？今天没有训练啊？哦，我单曲出来了，还没有给别人看哦，要不要看一下？好。走。真好听，我可以单曲循环听1年。听1年就不听了吗？不是啊，1年以后的话，你肯定就出新歌了吧？1年以后，你肯定特别火。他们不是都说你条件好吗？到时候估计你的时间就很少了吧？反正董事长说了，我可以谈恋爱。只要公司答应了，就没那么麻烦。嘿嘿，公司不答应也没关系啊。公司不答应的话，就很严格的，根本见不到你，你也没办法见我。公司不答应的话呢，我
我就把你们公司买下来，嘿嘿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谈恋爱了吧？嗯，你可别忘了，我可是富豪的养女，很有钱的，嘿。那你以前呢？是什么呀？你一直希望我记起来，因为那些对你很重要。但是我梦到的都是一些零星的碎片。我已经拥有了比所有人都要长的过去，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。我要把过去那些通通打包送走。过去你是谁，过去我是谁，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此时此刻。果然啊，李雪琪，活了那么多年，还是会死在同一个男人手里。那我走了。嗯。你站着别动，那个车好像跟踪过我，我过去看一下。你没事吧？啊，受伤没？哎，没事儿，一点小伤。受伤了还那么高兴？嗯，因为你没事儿呀。哈哈哈哈。姐姐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没有受伤吧？哦，没事儿，一点小伤。去医院吧。不用去医院，小伤而已，自己包扎就好了。嗯。走，你干什么？顾十一，今天换做我在这里，我绝对不会让雪姬受伤。以后我不会了。好，李哲走了吗？我让他走了。哦，以后别这样了，哪样啊？不要再做这种让自己受伤的蠢事。那我该做什么呀？待在原地，不要受伤，不要生病，不要难过，不要移情别恋。剩下的时间交给我。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够强大，但我有了想守护的东西，我会不一样的。嗯，我会的。我醒来的时候，你还会在这里吗？我保证，你醒了